香港青衣美景花園，一個發展成熟嘅大型屋苑，主打2房3房，單位間隔實用，非常適合小家庭。部分仲可以望海，配套齊全，交通方便，係青衣一個性價比相當高嘅選擇。今日帶大家睇，既係468尺3到4人單位，整體走歐陸風，高級又從容。全屋造型門板層次更突出，電視櫃配玻璃門，精緻又吸睛。走廊用暗門，客廳更一體，空間更闊更齊。餐邊櫃中空位約520，咖啡機隨手用好方便。餐台用大花白，歐陸感即刻到位。入門鞋櫃連飾櫃，再加 L 型主角同窗台，收納完全唔使愁。梳化背景加線條同掛畫，空間更豐富有層次。主人房嘅衣櫃同書台一體設計，好實用。中間留中空位，小物擺度，插電收納都好輕鬆。牆板加條子，比起油漆耐用好多。呢個設計令房間整潔又方便。細房我哋就唔浪費，直接改造衣帽間加休息區，先做地台，再做到滿牆櫃，收納真係多到你唔使再煩。門板全部加線條，睇落即刻高級咗，再加玻璃櫃做展示，包包書飾物都可以靚靚擺出嚟。中間仲做咗個塔米升降，平時可以坐低休息飲下咖啡，用起上嚟舒服又實用。廚房做 L 型主角動線，順滑又好用。雪櫃放返廚房，用起嚟更加方便。廁所做乾濕分離，再加滿牆洗手盆設計，收納空間夠晒多。地磚用雲石文防滑磚，好睇之餘用起嚟都更放心。